镜头来看新竹县甲新北市，新竹县的立委林书明，伫咧暗头5点的时阵，就已经家己宣布罢免无通过，强调讲这是代表民众对执政党投无信任票。也若是发起大罢免的民进党立法院党团总调郭建明，下晡人是有去到新竹县的党部，不过面对记者的提问是无回应就离开。也若是新北迄边，罗明在的无同意票嘛加真济，欢喜甲伫咧服务处唱歌。感恩的心，感谢有你。好心情唱袂调，身为北第3湘北地区唯一面临罢免的立委罗明在遮宣布，收掉这一席，对结果表示总算结束，亲像中华队高局下半场7比0完封。我大概瘦了快4公斤了，然后头弄那蓝蓝的哈，223画下了一个句点啊，没有赢家，没有赢家。我们想到总统府啊，可怜到没有卫生纸的时候，然后相较这个大罢免、大恶罢，结果花了人民10几亿，对得起这些所有的辛苦的老百姓，我们的民脂民膏啊。罗明在罢免案的法定底限需要74913张的同意票，但无结果显示无同意票大大领先，罢免案无成立。罢团万罗坡表示，输赢毋是结束，强调守护民主的路上无退休，上大的意义就是唤起更加侪人站出来。对于我们来说，已经是最大的成功。我们并不是要去跟谁做竞争，我们要的是一个正常的国会，我们要的是一个正常运作的民主国家跟制度。相关命令罢免的新竹县立委林书明法定罢免底限是59625张同意票，将基本共款是无通过罢免，伊家己表示松一口气。恶罢已经落幕了哦，我们还是希望国家走向正轨哦。那我们希望赖清德政府能够看到人民已经对他投下不信任票了。这是一场民主的过程啊。那透过这一场公民的行动，我们要带来的是更多的社会沟通，是互相的理解，而不是裂解。面对结果，另一方面发起大罢免的民进党立委党团总调郭建明，这个新竹县党部简单质疑，无回应。党部主委陈条峰表示，会更加团结面对未来挑战，也话下在地立委会当更加关心地方建设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